你今日係咪一樣照舊去金紫荊廣場啊？唔啦，以後都唔去啦。吓，你唔係病咗啊？你講過嗰度有好多你同邱樂軒嘅回憶，而且喺嗰度或者可以等到佢翻嚟噶。啲嘢都過咗咁耐啦，仲諗咁多嚟做乜啦？我都仲要生活噶，但係咁唔代表我忘記咗佢，因為佢已經成為我珍貴嘅回憶。你識得咁諗真係太好啦！我哋今日去食飯，我要食日本嘢噶。你食咩都得，今日我請。喂，係咪聽仔有份先？你幾時打出嚟噶？又會咁齊嘅？喂，小若，尋日啊，我喺一個舊同學嘅身上打聽到一個關於你嘅消息啊。你又收到啲咩風啊？係關於邱樂軒噶。原來啊，佢當年俾學校知道咗，佢利用好多喺對佢有利嘅部門或者學會做緊幹事嘅女同學，幫佢攞到唔同嘅好處。真定假啊？邱樂軒本來如果只係啲小恩惠都仲 OK 嘅，但係最大嘅問題就涉及錢啊！有唔少嘅女仔都俾佢呃咗啊！學校俾佢自動退學，都係睇在佢喺學校嗰幾年，又幫學校攞咗唔少嘅獎同埋名譽，當好似送個人情咁俾佢咯。咁有冇人知佢而家點啊？好似話去咗外國，但係就冇咩消息啦。小若啊，佢呢種人咁衰，唔好再掛住佢啦。佢唔會噶啦。唔好講咁多啦，我等緊人請食嘢噶，我要食刺身和牛拉麵。今次我哋兔妖族二公主紫瑩可以逃過兔多日，而且成功完成目標，成為兔仙，實在太好啦！父王啊，唔好咁讚我啦。唔使咁謙虛。以你平日咁嘅性格都可以過到關，我真係要多謝祖先保佑。哈，父王，你咁講係咩意思？你喺人類世界做過嘅事，我哋都一直透過人類世界百科萬用機嘅鏡頭睇得一清二楚啦。家姐，你仲好講，嗰部原來唔係咩萬用機，只係一部監視我嘅攝錄機嚟咋，而且仲要係高清現場直播添。唔係咁。邊有咁多國民睇到小若同邱樂軒嘅故事啊？雖然個古仔唔係 happy ending，不過小若最後同你講過嘅嘢，令好多國民都明白到相處之道，而且你出自真心咁幫咗小若，令到啲兔民都好感動啊！得到你嘅啟蒙之後，可以成為情侶嘅國民真係多咗好多。咁樣嘅趨勢對我哋長遠嘅發展都係有好處，同時亦都可以延續我哋嘅歷史。小瑩嘅功勞真係唔少啦，小小年紀真係好厲害啊！各位今晚就好好參加呢一次聚會，慶祝一下。好，謝國王。小瑩，不如我哋兩個出去行下，仲有幾個族嘅國王未到啊。不如我哋出去露台啊！睇下今晚嘅月色，就同喺人類世界最後一次同小若睇嘅係一模一樣噶。翻咗嚟都已經幾個月啦，小若嗰邊都過咗一年。想唔想去多次人類世界？梗係想啦，睇下小若而家點都好啊。不過我想做好晒情侶推廣活動先過去啊。你已經做得好好噶啦，你去搵小若啊！真嘅，家姐，你真係肯幫我。去啦，玩得開心啲啊！多謝家姐。好啦，向人類世界出發。縱晚鏡人神迷碼頭的快樂，步履空氣中擦薄。夜晚像紅豆滾動透豔亮，我目看奴隸受商場的冷漠。原地轉人群而正而身影固定，焦距間問燈光可永。任自我回環在世間清晰遠岸，迷影似赤絲醞釀頓停於未明。
人離去回來，有人回不來，是一瞬的身影絕情或可愛，個人未盡永，過雲千秋常在，轉贈了愛，換到誰萬代喝彩，時間雖正去啊，他總存在，燈火轉暗了，卻揭發字裏倒影的觀念，如遠山也拉近了回來，相信他於手邊寫成文字海。下回預告。志超，你就傳授你套秘技俾我哋啊，教我哋講棟篤笑啦。你好黐線嘅，我無啦啦做咩要教你哋啊？啊，喂，係喎，你哋係邊個啊？都未講。聽住啦，你唔好嚇親先好啊！我就係金剛鸚鵡妖大家姐冇影獸。嘻哈，我係三妹冇一心，喵。我叫冇念慈，排第2。鸚鵡妖，咁又點啊？我係妹教。誒，乜你咁快轉咗個碌，變得咁呆嘅？My master， 做乜嘢面都紅晒啊 ？My master， 過嚟坐低。嘻哈哈 ，My master， 唔使驚㗎。嘿，哇！開心寵寵物 ，Happy Pet Pet， 冇家三姊妹。幻過嚟嘅啫，嚇我唔到嘅，一定係海洋堂1比1嘅公仔嚟嘅啫。如空多行者講過，呢個世界上係冇免費多午餐噶。咁梗係冇咯，你要等價交換噶嘛。你走唔甩噶。都真係戇居居食煎堆，正一壽神山嘅。開心寵寵物 Happy Pet Pet 之小型與約亞，編劇卡卡，編審小狼，顧問陳莎莎，導演 Joyce， 混音Ayaki， 監修小狼，聲音演員玲飾演李若亞，蘋果飾演子瑩，柚子蜜飾演霍中薇、兔國官員及女學生，卡卡飾演蔡以才及女學生，小峰飾演海晴學生會主席及女學生， Zero One 飾演邱樂軒及萬用基，小狼飾演范俊宇及侍衛，子瑩飾演大學老師及女學生， Demon Lucifer 飾演伍家浩及圖書館管理員，小嘥飾演楊子倫，漫遊者飾演國王，主題曲一葉飄紅，作曲 Kurosa P， 填詞內木一郎，編曲 Kurosa P， 主唱 Myth， 片尾曲風景，作曲零，作詞內木一郎，部分歌詞揭取及改寫自陳列新詩《風景14行》，編曲中和千野，主唱零。特別鳴謝 Otaku Cafe 提供錄音場地，流星堂廣播劇榮譽巨獻開心寵寵物，下星期再見。本錄音僅限作非商業用途。